这个相关的新闻有上新的进度，咱会随时来报送。咱继续来看这台中的前立委颜宽恒，顶礼拜才登记要来参选到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结果昨检警就去搜索伊的徛家，而且甲颜宽恒甲伊的太太陈丽玲来带走。根据着台中地检署的讲法，讲这个颜宽恒进前甲沙粒甲龙井河体来卖掉，涉嫌窃占着国有土地甲伪造文书。昨暝透暝问笔录了后，颜宽恒以1000万，陈丽玲以500万来交保。前立委颜宽恒顶礼拜才登记参选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的选举，才过6天，昨就接到检警的通知，来搜索因兜，嘛将伊和因某陈丽玲带动去地检署侦讯，分别以1000万和500万交保候团。对这件代志，颜宽恒赶紧开记者会来说明背后。为了捍卫清白，当下表示拒绝交保。我宁愿失去自由，接受羁押，为了就是要凸显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离谱。检察官一直劝说我将近1小时，后来也考量到家人及双亲的健康，迫于无奈，同意交保。颜宽恒强调，这摆调查时机敏感，就伫咧伊登记参选无偌久，就防搜索，认为防针对。是不是因为颜宽恒要参选立委，所以又把这陈年旧案又重新的把它来做政治的操作？检察官讲，这和选举无关系，主要是为接到检举了后，开始搜证，证据交全了后，才发动侦办。本署侦办严姓被告涉嫌窃占、伪造文书等罪嫌案件。经检察官讯后，分别预知严姓被告、其配偶陈姓被告以新台币1000万元、500万元交保候传。检察官嘛解说，这摆调查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颜宽恒进前卖伫咧沙鹿和龙井区这间好业厝，当时就互检举涉嫌占用国有土地，尾仔颜宽恒卖掉，佮敢若伫咧做假买卖，所以涉嫌着公务人员牵制不实和伪造文书罪。对这件代志，真有可能正做颜宽恒这摆立委选举对手的现任立委林正基来讲出伊的想法。其实就是尊重司法还有相关的调查。当然，今天传出这个消息来，我之前在地方是没有特别听说的啦，所以我想持续的有一些可能民众还有一些疑虑，那当然相关的当事人可能还是跟民众说清楚比较好一点。颜宽恒进前因为中立选区补选，红野寮伫咧沙鹿的好业厝占用国有土地，跳掉大门含抢违了后，就传出已经转卖他钱。本来就是好业厝争议，就安尼煞去，是要到颜宽恒参选立委，伊的好业厝争议，搁一摆红逼出来。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